價，希望可以薄利多銷，做多啲生意。其中就以參茸海味最受市民歡迎，有參展商甚至將700蚊一包嘅冬蟲草啦減到200蚊出售，吸引咗大量市民爭相搶購。展會去到最後一日，會場入面仍然人頭湧湧，攤檔都逼滿要平貨嘅市民。究竟今屆工展會有幾好生意呢？呢間鋪頭就賣咗345萬包麵，而呢間就總共賣咗25萬個蛋撻。另一間賣小食嘅攤位就賣咗50萬粒魚蛋。最後一日嘅工展會會喺5點鐘結束，大會原定喺3點鐘就停止賣飛，但由於過咗3點仲有大量市民前嚟參觀，所以大會決定延遲賣飛時間去到4點。好快就到農曆新年，唔少市民都嚟辦年貨，參茸海味鋪就最受歡迎。唔少鋪頭都趁最後一日大減價促銷。對住一張啊，咁辛苦，最後咧有啲街坊開錢買過，老細話係咪啊？大家開心，個快樂個新年，同埋身體健康。會場入面唔少市民都揸住大包細包，亦都有人帶埋手推車嚟掃貨。李太話自己已經係第4次嚟。開第4次嚟啦。係啊，100零蚊到啦。點解拎咗？門口嗰個咩嘢咯？去到翻因為我啲黃大仙煮翻。雖然經濟唔好，但係市民仍然豪爽。大部分檔主都話生意比上一屆有雙位數字增長。為期23日嘅工展會啦，已經去到最後一日，2點鐘正式結束咗。咁參展商咧正喺度收拾攤檔，但係現場咧仍然有大批市民肯走，希望能夠趁最後嘅機會攞一貨。我喺度嘅報道係咁多，先將時間交翻俾廠。唔該曬，主持人。2008年金融海嘯嘅一浪，令到部分市民受到金錢損失，引發嘅社會問題咧，亦都陸續出現。每年咧都有其他嘅情況，因為各種嘅家庭需要暫時寄養喺其他家庭。你哋傾下啦，因為其實金融海嘯咧對寄養家庭服務都有。葉建豪話：其實咧唔多唔少都有嘅，因為要做寄養家庭咧，始終都要有一定嘅經濟條件。好似其中一個家長咧，更加係要全職去照顧一啲寄養嘅小朋友。因為咧，目前全港咧有近900個小朋友咧，因為係雙親死亡啦、家庭暴力，又或者係被遺棄等等嘅各種因素咧，要入住寄養家庭啦。到目前為止咧，仍然有幾十個嘅小朋友咧需要輪候入住寄養家庭。社署就話咧會加強招募呢一啲嘅寄養家庭。詳情由劉浩俊報道。資源科學又要教培功課，一啲都唔容易，小之內病都唔得。周太98收養社署安排嘅小朋友做屋企一齊生活，至今當中有笑有樂，不過都係以開心為多。睇到健康定嘅發發到嘢咯，有都即係如果而家差唔多半日2個人咯。嗱呢間呢個俾佢哋全家人都好開心，都特開心咯。呢間房原本係周太個仔住，咁佢仔依家大咗搬咗出去，咁周太就幫佢養小朋友住，咁周太仲當呢個小朋友當自己親生仔開。咁嘅有900幾個，我想湊完啲仔嘅啫，咁可能想湊大啲嘅。瞓覺嘅地方嘅安排咧，我哋亦都即係希望係即係我哋唔會安排男女同一間房，咁以至到咧佢哋喺呢個揀，即係靠啲男仔定女仔嘅小朋友咧，都係呢個客觀嘅安排咯。話未來會加強招募更多願意收養小朋友嘅家庭，令到呢啲有需要嘅小朋友得到服務。亞洲電視記者林仲報道。社會福利署署長余志穩就話啦，一場金融海嘯啦，或者會影響到參與寄養家庭嘅數目，或者會有小朋友咧，都有小朋友係需要領養，咁但係佢相信影響只係短暫。喺
我哋揀選呢啲寄養家庭嗰陣時候咧，我諗我哋係有相當嘅標準啦。咁呢啲家庭應該受到金融衝擊嘅影響應該係相對嚟係少嘅。咁我哋亦都有相當嘅家庭而家喺我哋嘅名單度，我哋係應該係應付到。咁我唔相信咧，就因為金融海嘯咧，就令到多人退出咗呢一個寄養家庭嘅做呢個寄養家長。所以我正話講咗啦，就係我哋相信個影響不大，或者會有短暫嘅需求，去處理家庭要處理佢而家嘅問題，暫託一段短嘅時間。但係我覺得呢個影響係輕微嘅。但係除咗寄養服務之外咧，金融海嘯亦都加重咗其他社會服務嘅需求喎。預人好似余志允亦都話啦，金融海嘯嘅發展咧，而需要情緒支援嘅需求咧，係比預期大嘅。好似到目前為止咧，佢哋已經收到超過3000宗嘅電話求助，其中650宗咧係需要跟進㗎。而需要協助嘅市民咧，唔單止係需要一啲心理同埋情緒嘅輔導，咁佢哋蒙受咗巨大嘅金錢損失啦，更加係需要財務同埋法律等等呢啲嘅專業意見。咁林正恩呢，嗰個個案傾過。爆煲之後，就嗰個船上方面咧又出咗問題啦。投資1萬嘅100幾萬凍過水，喺東莞嘅製衣廠又做唔落去。係啦，就冇得做，即係接到單翻嚟又挖唔到銀行。咁嚟講話係做唔到咯，就冇單冇得真。決定我哋都係咩啦？再加埋買咗美容公司嘅服務套票之後，美容公司又執笠。咁080客方面，可以話係嚟自最低潮。我呢一話我未試過係咁差，咁我哋都個辛苦咯。咁我就話我買一份保險，我真係我想死啊！我可以捱過呢一關，唔靠當初肯踏出第一步，接受社工嘅輔導。我話我投資，我希望話咧，我揾到好多錢，俾屋企人。原來咧，我太太覺得就話我唔需要你俾我啲錢，其實我係需要你對屋企人好。嗰個完全係同我諗嘅嘢唔同啦，我覺得係大家交住一齊心理方面需要輔導，一啲實際嘅法律同埋財務問題，更加需要有人幫助解決。咁為咗協助劉先生呢類個案，明愛向晴天10月中開始設立金融海嘯輔導熱線，至今已經接到超過1500個求助個案，咁平均每個月有800宗。明愛特登安排義工律師為佢哋提供專業嘅意見。或者因為我哋都見到個情況，即係關於佢哋啲物業啊、資產啊，或者係去投訴啊、開公司，其實佢都唔識去搞點樣處理。我哋咧有啲免費嘅即係法律諮詢，有啲會計師、律師，佢哋會同佢做一啲即係面談啦，係一個免費嘅。咁因為啲人其實佢哋都唔好中意做社工嘅，覺得好負面啦，做社工又幫唔到我哋啲乜嘢。佢又話近期多咗職業同埋收入唔穩定嘅人士求助，相信呢類求助個案會繼續增加，咁機構會喺呢方面投放更多資源。有多電視記者唔同嘅報道。咁其實一場金融海嘯咧，令到唔少市民咧好多生活上咧都需要協助嘅。好似政府咧早前就講過啦，會增加撥款俾啲社區食物銀行，月底咧就會公布邊一啲機構中標㗎啦。咁希望咧可以幫助到有需要市民。喺呢度報道咧，經過一段講急新聞廠。多謝你哋。上翻嚟我哋會報道，唔知聯軍隊對戰部隊不濟嘅手上嘅裝修成冇裝成起積極。印尼公布7.6級地震，最少4人死亡。奥运是我的终身使命，信心在我的路程上，谁说我能全场进。你而家用緊嘅去頭皮洗頭水夠唔夠好？試下頭皮測試卡。有頭皮？ Head and Shoulders 能幫助頭部皮膚自我修復。
再睇唔到頭皮。你嘅開頭期洗頭水做唔做得到？試下 Head and Shoulder 將生態影下啦。證券衛生署註冊標籤只係原裝正貨。點睇都係香港好，京都電池暗話你知，加黃昏6點11分，極度電池暗乜嘢都要達到，人為以後內在滋養。